这顿早饭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吃饱了就别吃了。药用典籍中有说，且味甘性寒，质滑而利，孕妇食之，尤见其害，你不能吃。是，那我吃个螃蟹好了。螃蟹性凉，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，你也不能吃。母亲说的对，辣子鸡我怎么能吃？孕妇不能吃辣的，是谁端上来的？撤掉，快！哎，我摸螃蟹，对啊，我辣子鸡。三公主，你这是？我手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手工纱尚在呀。手工纱？不对呀，陈芊芊好色成性，怎么还有手工纱？我得回去捋捋剧本逻辑。难道陈芊芊抽烟喝酒逛花楼，但她是个好姑娘？那还真是意外之喜。我倒要问你，喜从何来？是这手工纱还在，这喜从何哪来？哎，三公主，你，为了一个阶下囚，居然将子嗣大事信口拈来，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番期望。你如此的不分轻重，真是罔顾了我贵族颜面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韩硕呢？韩硕，不是母亲啊！你行了，你不要怪韩硕，母亲。快解释啊，三公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爱韩硕，女儿与他一见钟情，便情深意重，没有韩硕我就活不了了。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罢了，你要是样样明白，你就不是陈芊芊了。不过，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男人，只要他不兴风作浪，我饶他一条贱命；否则的话，我连你一块收拾。我吃饱了，我得先回去了啊。我先回去了。下去吧。把这些都拿走。城主，你不用过分悲伤，这些东西啊，迟早用得上。但愿吧。举步维艰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我身边还一公和一母，还原城主也就罢了，可这韩硕可怎么办啊？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！不行，我得把他踢到陈楚楚那边去。故事推到大结局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可现在剧情卡住了呀。子睿，在你们这个年代，写剧本的人叫什么？何谓剧本？就是画本。画本先生啊，对，就这个，怎么称呼？说书的。评书、杂剧、戏子、唱词儿，皆由皆由画本先生撰写。厉害呀！这怎么说起来，按辈分来讲，还是我祖师爷呢。三公主，想听故事？不是，想找几个幕僚。三位请坐。我这今天找三位过来，是因为我有件事情一直想不明白，想请三位先生帮我指点迷津。请讲。我写了一个故事，这男主角就是个香蕉，这女主角呢就是这个苹果，这女配角就是这个橙子。这
这原本呢应该是香蕉被这橙子抢了亲，但是在亲婚当晚把这橙子给毒死了，然后呢就跟这苹果啊这俩水果就，这两个人啊就经过了一系列的爱恨情仇之后呢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行活，没什么亮点，按部就班即可。可不是吗？现在不一样，这橙子啊，成亲当晚没死，留下来了。反转，大破城市，有出乎意料的奇效。本人擅长喜剧，惯用此计。不要反转，不要出乎意料，我就想做个行活，让这苹果跟香蕉赶紧在一起。那橙子啊就是个障碍，小人建议三公主快刀斩乱麻，化繁从简。这么暴力呢？这好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这能不能别？三公主，我们写话本呢有3门手艺：剧情节奏稳，戏剧矛盾准，对于多余的支线剧情下手要狠。这成了明显就是多余的，得删。哎，不用删，小人擅长悲剧，话本中多些生死离合、爱恨纠葛，也好看。哎，不行，这太简单粗暴了啊！你们就没有点技术手段，给他稍微这样迂回一下子嘛，对不对？你三公主有何高见呢？你们说，若是我单独做一场戏，让这苹果跟香蕉来个英雄救，或者是美救英雄，怎么样？这场戏，你想怎么做？